Hello，大家好，今日繼續同大家玩翻呢個競爭者1v1v1，見兩個都有少少傷口，我又求其揀啲武器養下佢哋，亦都將我嘅實力教到覺得已經做到最差嘅啦。用咗小刀，然後飛嚟飛去，然後求其打下佢，讓佢哋一分都冇問題。佢點解突然出現喺呢度？不知。呢個換武器，換翻把特擊步槍先。如果唔係個散彈嗰個，根本好難打。10B特擊步槍，慢慢呢度行下，點講？冇法。掉個燃燒瓶。突然喺呢邊出現暴力盾牌，點講？棒棒發，加油！突擊啦！哇，好險！36條，我佢用散彈呢係幾勁下嘅。我都有樣學樣，就係用下一個散彈嘔心組合。OK， 見到佢哋啦，棒棒5張散彈，點講？棒棒2發。武器，我用隨機武器直接煙霧手榴彈，煙霧 ，OK， 小手槍，打，no， 我翻啦，我哋好悲喎，頭先唔知點解喺佢後邊都俾佢點講兩發，咁奇怪的事情。呢個人 OK， 呢個人開始，我土啦，使出嘅呢個人 RPG， 勁啊！鞭屍啊！鞭屍仔喎，遇到，唔好意思啊嚇，鞭屍仔，你鞭屍嘅行為唔係好啱嘅，所以我需要狠狠地教訓你。鞭屍仔啊，不要再鞭屍，給你一個教訓，死原子型散彈。慢慢打擊，仲未死嘅，暴力盾牌冇用到，有電擊，一個人跳鏡，俾個鞭屍邊度跳鏡，肯定係繼續隨機武器，大錘，求其先啦，跳彈喺呢度冇乜用。閃光槍最重要嘅嘢就係預判，冇咗預判呢，你係幾乎好難玩閃光槍嘅。刀槍，
大錘，爭一個我就贏啦。手榴彈，嘣！求其射咗個手榴彈先，護資還好。刀槍哥，我有刀槍，少少失誤。戰鬥虎之歌，撳咗第三人稱先，唔小心。做咩啊？冇咗45啦，你就，打，刀槍 KO， 超嘔心。今日就拍住咁多先啦，希望大家鍾意啦〜